今仔日政坛上大条的代志，就是台北市长郭文哲亲自来证实，将要来成立到台湾民众党。到伫8月初6迄天，要来举办成立大会。这个组党的后一步，是毋是要来选总统呢？郭文哲讲，这毋是重点。伊讲，伊组党的目标是瞄准到立法院，要来进军国会，要来争取人民上大福利。但是对立委的人选，也无任何的想法。本来郭文哲要来组党是真秘密的进行，拢无人知影。想袂到去内政部登记了后，这个消息就为内政部提早一步流出来。郭文哲真袂爽，痛骂政府的纪律甲规矩实在是伤烂路。媒体有够侪，因为台北市长郭文哲要组政党。台湾民众党它就是一个理念的结合。宣布成立台湾民众党，也毋过后一步，郭文哲敢要选总统，也是要推派家己的人，像这个黄正英上场选不分区的立委，拢无讲。个人选不选总统，这不是重要。立法院还是一个国家的立法机构，你知道，很多的法令，还是在立法院处理的。所以进军国会的确是我们一个目标。有关于立委的事情，其实就还是一样，因为从以前到现在都还没有想过这件事情。对，就是乐观其成。这户外界更加好奇讲，郭文哲到底是安怎要组党？万里又讲可能是要等甲郭台铭见面，保留合作的空间。不过郭文哲强调讲，希望伫哪力以外，也有其他的选择。对着政府的决策，像讲深恶电厂，甚至组党的消息为内政部提早一步流出去，伊无欢喜。先登记以后，后面要怎么处理再讲嘛。结果没有想到，我们中午去登记嘛，晚上就已经都流出，这只是表示整个国家的政府的纪律太淡。郭文哲组党的消息伫政坛引起讨论，因老母虽然讲早就有准备啊，也毋过无啥详细。有支持他自主政党吗？有支持他。我无甲支持啦，伊就决定了，我无甲支持他咋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我是妈妈呢。已经准备真久的郭文哲，期待讲会使发挥更较大的力量。白色的力量正式变成政党，会伫台湾的政坛造成甚么款的影响，更加引起各界关心。